告知不？今朝到你去吃深海冰淇淋。俺是天上人，为吃冰淇淋啦。不是真的冷饮，是红干花，切成18块，里向豪华流心以及深海冰淇淋。今朝到你多去尝尝。这块地不能踩的，能够飞白自家走，已经食得别样子。朋友们带着，随时给打浙江汤醉菜洋鱼鱼，随时爱个蓝橘噻。要一个宝宝椅，谢谢。5点半来得比较早，人不多。你看下两个去点菜，点子4只菜，一听雪碧，一听可乐。还点子2个点心，一个面馒头，一个糯米块。第一只菜已经来着，上菜得快的。大爷，下班你看个菜，红高蟹18盏。朋友们，深海冰淇淋来着，一只好才18块。来，告知我，先上上课。我弄香的。其实吃一个么子，一吃白粥的，杀杀菌。别个现在开车子没办法。好，谢谢谢谢。生意爱还在，绝对欢喜。没有我讲，上头看一个窗子，恶灵的，有点像你面筋头浪向个熏，酱香多汁，硬酥里嫩。这菜是没下去了。还是点晶晶的。那个米团再包出。我一开始当这个是土豆，其实那个是姜。弄一点点去吃吧，这张米的，阿汤。那张是摘包菜，花肉，送来份吃过。一名谁没着？整个像队伍，记不起来。深海冰淇淋，那个门是不错，吃子停不下来。上头看一个点心啊，就芝麻块，跟芝麻汤那个味道一模一样。再上上一个菜饼。哦呀，那个是海的，这个是甜的，一个共同点，上海吃板豆腐。哎呦，那个好口口蛮多，吃蛮快的。吃孩子味道不错，浙江人弄2只菜有道理的。下趟一到安部到硬部里多来吃，还搭个深海冰淇淋，还有这个豆腐，还有刚刚这个鲳鱼，年纪大的才吃得动的。回家。